段。虽然拄着出外，无回头向，记深暗暝搭我，看透永久。咱来吟第四段，第四段。彼纪念，路人生，走过凄惨烦恼，才别着你。苦痛变做上路，阻碍手管你，阻碍手管你，来滚我里。第三首，咱来吟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的阳光偏照你，也让主被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护你平安。咱练习到这，请有带手机的兄弟将手机关机，也是关做震动备办心来参今仔日的礼拜，谢谢。
耶和华神的百姓啊，恁拢着听伊。耶和华保守诚实的人，当报应惊骄傲的人。既然仰望耶和华的人，恁着壮胆，恁的心着坚固。三甲来吟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有缘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第58篇，罗马书第8章。关系遮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愿互人看做伫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主宰，阮的阿爸爸上帝，你的名是圣，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全能的主。愿感谢你赐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钉伫十字架顶，死搁活，互阮有得救的愿望。即时求你的神光照阮，互阮知阮有啥物歹所行，阮捌会做也无，通互阮伫主的面前诚心认罪悔改。藉着主耶稣基督所留的保惠，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会当甲天父搁和。主啊，阮也恳求你保守伫困苦患难中的人，看顾伊伫病痛当中的兄弟，安慰心神受伤艰苦的心，因带失迷羊，搁转来伫主的内面。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来向阮逐人讲话，互阮更加明白你圣经的话语甲你的旨意，也互阮有气力行伫你爱阮行的道路，活出属主的款式。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歌队带咱来敬拜，因所要吟的诗歌，为着美丽的地面。
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到第9节。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过6日，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另外带因爬上关山，甲答因甲伊伫地。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伊的衫灿烂极其白，世间漂泊的袂话互伊白到安尼。有以利亚甲摩西对因显现，甲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rabbi比，咱伫遮真好，我来搭3间寮仔，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是伊毋知着怎样讲，因为因真惊，就有魂答应，阁有声对魂认出，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恁着听伊。”因忽然四界看，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甲因伫遐拿定。因落山的时，耶稣急因讲：“人子也袂对死人中搁活，无得用所看见的甲人讲。愿上帝话赐予听伊的话，搁行伊的话的人，讲道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听甲讲。”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因带阮踮伫你的圣殿中间，阮三角听你的话语，阮也学习踮伫日日的生活中间，会当不断成做你的干净。愿主你进入阮逐人的心，帮助阮认捌你。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有提醒大家，咱到伫国外济进前的40日中间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灾节期的时阵。上礼拜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在复活节的前40天，我们进入了大灾节期。伫这个节期中间，咱学习安静的功课，咱也学习默想上帝话语的功课。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学习默想，我们也学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但是有当时啊，要互咱安静落来，咱感觉简单也困难。老实说，要安静下来，到底简单还困难呢？老实讲，非常的困难，因为逐工拢有处理袂了的代志。其实它非常的困难，因为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情，一件代志一件代志一直来一直来，咱无偌济时间互咱安静啊。当一件一件的事情不断的来临的时候，你没有太多时候可以让你安静下来。也都是因为安尼，所以这个节期的操练才会是重要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个节期的操练是重要的。互咱有一个机会，强迫家己爱安静来听，也安静来想，然后安静慢慢啊来讲。也就在这个操练当中，我们学习让自己安静的去听，学习安静的去看周遭发生的一切，以及安静一点，慢慢的去说。当然，这一滴东西无简单的功课。当然，这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功课，因为咱已经就惯习，一定要讲就这代志啊。它不简单，因为我们很习惯要讲非常多事情了。伫咱所读的圣经内面，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爬上关山。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当中，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伫因的面前发生什么代志呢？就在他们的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的形象改变啊！就在他们的眼前，耶稣的形象改变了。耶稣非常的白那光一样，他的衣服洁白光亮，是世间无有的啊，是世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对迄个现场，这个门徒马上想到什么代志呢？就在那个现场，门徒直接想到什么？
踮伫旧约圣经内底有类似的事发生，在旧约圣经当中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摩西上西奈山，甲上帝讲话了后，落山的时阵安怎？夜面发光啊！就在旧约，摩西上西乃山跟上帝说话之后，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一样发光。迄当时所有人看到的时阵，直接反应是啥？是着惊，因为无人敢当头对面对上帝，因为当头对面对上帝下场是啥物？就是死。在那个现场，没有人敢亲近他，因为当人面对面与上帝见面的时候，他的下场只有死亡。所以这点伫耶稣改变形象的迄个光的内面，三个门徒心内底其实是着惊的。就在那个现场，三个门徒看见耶稣变貌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紧张的，因也唔知影应该爱讲啥，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要说些什么。在迄个光内面，因也看到有人在甲耶稣讲话，也在那个光当中，他们看见了有人在跟耶稣说话，是以利亚甲摩西在甲耶稣讲话，是以利亚与摩西他们在对耶稣说话。因的心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惊吓，唔知影应该爱讲啥。他们的心里头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也不知道到底该说些什么。纵使彼得伊有完爱讲一寡代志，但是就在那个现场，彼得好像觉得他应该还是要说点什么。伊安怎讲？彼得说了什么呢？拉比啊，咱踮伫遮真好。我来搭三间寮啊，一间给你，一间给摩西，一间给以利亚吧。在那个现场，彼得直接讲了：“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3座帐篷，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伊足急的，赶快敢若爱讲什么物件？彼得非常的急躁，好像要说些什么。人一直在讲话，不断足急的想要讲足这代志。想要暗看的是，心内底其实是惊吓，其实是紧张的。人很急切的想要说很多事情，其实他背后想要掩盖的是，内心其实是害怕的，内心其实是紧张的。伫山顶，耶稣改变形象，这个门徒启示是上帝应要点伫伊。在山上，耶稣变貌的这件事情向门徒启示着，确实上帝的荣耀要临到耶稣，但是应要也有重量，那个重量是什么？但是荣耀却也有重量，那个重量会是什么？那个重量是未来耶稣所要行十字架的道路，那个重量是耶稣所要行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是受苦的道路。十字架是为了人的罪所牺牲的道路，十字架是受苦的道路，十字架是为着人的罪所牺牲的道路。门徒其实因想要停伫山顶的荣耀，门徒是想要停在山上的荣耀的，因想要拒绝落山了后受苦的必然，他们想要拒绝下山之后受苦的必然。彼得伊声音是紧张的，但是伊也透过伊的讲话，想要试探耶稣讲：“咱敢会当闪避这一切吗？”彼得心里头是紧张的，他战战兢兢，但是他好像也通过这些说话，再发出一个试探：到底我们能不能够闪避这一切啊？门徒确实因的讲话。递到因徛伫错误的一边，门徒过多的说，导致他们好像站在了错误的一边。未来的代志其实咱拢知啊，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当耶稣互人定的时刻，门徒的反应是啥物？后来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大概全部拢。走的走，踱的踱，唔知去对啊。后来的事情是，所有的门徒选择逃跑，到上尾只有耶稣一人面对十字架。
到最后只有耶稣一人面对十字架，受孤绝、受放散、受藐视，受到拒绝、受到抛弃、受到藐视，那是苦难，却也是上帝的荣耀。那是苦难，但却也是上帝的荣耀。讲话是有伊的限制的，说话其实是有它的限制的。咱拢就惯习要讲就这书，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要讲很多事情，但是讲话有伊的界限，但是说话总有它的极限。咱伫少欢喜、足喜乐的时，其实嘛唔免讲伤济。当我们在非常喜乐、在很兴奋的时候，你不用说太多。当咱拄到困难，当咱拄到挫折，当咱拄到咧陪伴别人受苦，还是家己受苦的时阵，其实嘛免讲伤济。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或甚至是他人或自己生命当中的苦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太多，因为加讲无一定有好处，因为多说不一定有好处。甚至会因为咱点伫这经书中间所讲的话会失错，咱会犯错。而更容易的事情是，我们在很多情绪当中所说的话，其实是会犯错。到上尾啊，做成的是更较大的伤害，到最后所带来的其实是更大的伤害。就这时，咱敢若徛家己的立场，认为是安尼。很多时候，我们只站在自己的立场，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所以我爱讲，所以我一定爱讲，我就直接，我一定爱表达，所以我很直接，我一定要表达。但是有更较侪代志是咱永远唔知的，但是有更多事情是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伫急的过程，伫想要表达我家己意见的过程，若是无好好啊听，咱的讲话是不一定正确的。在很多所有事情急躁的过程，很多事情不断夹杂的来，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听，恐怕我们的说没有太大的好处。当然，到伫现代，咱嘛免讲伤济话啊，因为咱有另外的表达的方式。当然，到了现代，我们好像也不太需要说太多话了，因为我们有更多表达方式。咱拢用什么方法在讲？我们都用什么方法在说话呢？用赖在讲话，用 po 文在讲话。我们用赖，我们用各种 po 文在说话。逐天，敢若起床了后，咱就会发现有足侪无共款的讯息伫咱的生活中间出现啊。每天起床，你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看着那上面，你的 LINE 还是 Facebook 上面已经出现了不知道多少的通知提醒。咱敢若讲较侪话啊，我们好像说很多话了，但是讲较侪话，敢有互咱的生活过了较好吗？但是说了这么多，有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吗？老实讲，并无，其实并没有，因为咱愈来愈烦恼什么？因为我们越焦虑于什么呢？已读不回是一个焦虑。当看到别人的讯息已读不回，咱就开始到底是有要回无？当我们看到人家已读不回，我们就开始焦虑，会使不读不回无？能不能不读不回呢？歹势嘛袂使，因为马上又继续来。为什么你不读不回？我马上又被追杀，因为你为什么不读不回？咱无互别人有无回应的自由。我们不愿意让别人有不回应的自由，甚至咱所想的是，伊一定爱照我所想的来回应，所以已读一定爱回，甚至已读了后爱照我所想的来回。若是无合我以后一个下场是啥物？继续传。但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我们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回应，已读就要。人家一定要回，而且要照我们所想的事情来回。如果他不合我的意呢？今嘛就恐怖，马上截图个传后就这人。现在非常可怕，截图之后继续传。但是，迄个时阵所讲的话，敢是正确的吗？
但是在那个过程传递讯息的过程当中所传达的，真的是正确的吗？金属无同款，无表达，到底前后是什么，嘛无人知。情绪没有人知道，前后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咱只不过是抓掉一个我感觉的，然后我就搁继续讲出去。我们只是抓了一个我自己认为的，然后我继续把它再传递出去。咱想要争取别人徛伫我这边，感觉我拢是对的。我们只想要争取别人就站在我这边，让人家觉得好像我就是对的。就这代志，咱拢抓准只有我是对的。很多事情只有我们常常只觉得只有我是对的。所以一切爱照我所想的来行，所以一切要照我所想的来行。生活会无用，生活真紧，咱都一直在处理这些代志。我们的生活的快速就是都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踮伫这个节期中间，踮伫灵修的操练，咱才会使搁一摆受提醒，爱学习安静啊。所以就在这个节期当中，这个灵修的操练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安静。爱容忍别人会当卖讲话，爱容忍别人会当已读不回，爱容忍别人会当不读不回。我们必须要容许别人可以不回应，容许别人可以已读不回，容许别人可以不读不回，因为那是每一个人他会当做的自由。因为那是每一个人他可以做的自由，为什么人一定要回呢？为什么人家一定要回呢？到好这礼拜拜一，无顺利去看医生，因为前一阵下都拿喉咙烧声。刚好这个礼拜一，牧师娘去看医生，因为喉咙一直沙哑。医生检查了就讲，就是声带长茧，就声带长茧，所以阮就讲算笑讲，拄啊好这一个月，阮进入一个养嗓新生活。就在这个月，我们学习怎么养嗓。在这个安静的操练中间，检测会当看到一寡较无同款的角度、无同款的世界。就在这个操练当中，好像看了一些不一样的世界。过去就直接看到囡仔的时阵，就开始想要甲伊讲：你即摆爱安怎？你即摆爱安怎？但是即摆无法度讲遮紧，无法度讲遮大声，拢爱改用笔写。以前看到孩子怎么样，就很直接讲：你现在应该要怎么样？你现在怎样？可是现在都不能讲那么多，也不能讲那么急，只好改用笔写。用笔写就困难了，对吧？要用笔写就很困难了。特别还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刚才会晓写注音，特别读幼儿园的只看得懂注音，今麦搁爱想注音符号安怎表达一句话。现在又要想那个怎么用注音符号表达一句话。咱的生活必须爱慢啊！我们的生活被强逼的要慢下来。在这个慢的过程中间，咱减少的是一直讲，一直讲。在这个慢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的是没有一直说，一直说。加是啥物？加时间是会当整理家己的时间，会当思考我到底要安怎讲的时间，搁有以及我到底应该怎样甲上帝互动的时间啊！就在这个安静的过程当中，多了一点整理自己的时间，多了一点思考我到底应该要说什么的时间，多了一点好好跟上帝互动的时间。足急的想要讲，递到咱袂记哩爱听，很急着要讲，导致于我们常常忘记了重要的是听。但到底听到什么啊？我们到底听见了什么呢？伫迄个山顶，彼得、雅各、约翰因听见一句话。就在那个山上，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听见了一句话。因听到什么话？他们听见了什么话？这个是我所听的囝，恁爱听因啊！这是我所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
伫即句话发生的时阵，云彩大伫这三个人。就在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是云彩笼罩着这三个人。因一个是因为迄个光，互因啥物拢看无；现在是云彩甲因大干那亲像拢看无。一下子他们是被光所照耀，一下子又被云彩所笼罩。但是当迄个声对云彩中间出来的时阵，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恁着听伊啊！就在那一刻，好像什么都看不到的过程当中，只出现的那一句话：“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阮都游完就紧张，想要看讲啊，到底啥对来？想要看是虾米人在讲话。门徒依旧非常的紧张，他们要四处去寻找，到底是谁在说话。总是当云彩散去了后，因敢若看到虾米？但就在云彩所散去的时候，他们只看见了什么？敢若看到耶稣站伫遐。就在云彩散去的时候，他们只看见耶稣在那里。无任何的时刻会当互因搁较了解，原来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没有任何的时刻能够使他们更了解，原来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话对这的门徒讲：恁爱听伊的话。上帝的话语临到这几个门徒说：你们要听从他。先有听，才有讲。先有听，才有说。山顶的美好，总是有一天爱落山的。在山上再美好，总有一天是要下山的。山顶是美好，山顶是济济属灵的高峰的经验。山上是美好，山上是属灵的高峰经验，但是落山了后是真实。你的信用要怎样回应每一个苦难，每一个生命中间的必然？但是下山之后，是我们要认真的去面对生命当中的苦，以及这个世界所带来各种苦难的必然。咱需要不断学习。听的功课，才知我到底会当讲什么啊？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练习听的功课，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能够说些什么。定定咱踮伫教会中间也是一样的，咱足惯是一定爱讲，咱也忽略听的功课。在教会里头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很习惯要说，导致于我们也忽略了听的功课。咱听到什么？我们到底听见了什么？伫逐礼拜的生活中间，咱到底听到什么上帝的声嘛？在每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如何听见了上帝的声音嘛？伫每一个时间咧行的时阵，咱搁怎样听见上帝要对我的启示？在每个时间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又如何听见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呢？今仔日是28，咱听见什么？今天是228，我们听见了什么呢？对这些人来讲，28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放假日。对很多人来说，228不过又是另外一个放假日。伫当年的开始，应该是讲伫旧年年底，咱看到新一年的连续假期的时阵，咱所想的是啥物？当我们在旧的一年底，我们看到政府公布新的一年连续假期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啊，我够会当出去佚佗啊，我又能够出去玩了。所以到上尾啊，所有的假日拢是出去佗的时间，所以所有的假日它都变成了出去玩的时间点。对囡仔来讲，将来毋捌知影讲这个假日有啥物意思。
我们好像对孩子来说，越来越忘记了每一个节日它的意义。那亲像以色列人咧过节的节日，咱台湾人踮伫当年放假的时阵，咱敢知影六个假日应该要过什么吗？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很认真在守这些节日，他们有他们的意义。那台湾人在面对放假的时候，又知道我们放假的意义吗？还是反正只要是连续假日，都是会当出去佚佗的时啊？还是只是连续假日就可以出去玩的时候了？28对于咱的历史来讲是悲伤的日，28对于咱台湾的整个历史来看是济济人死亡的日子。228对台湾来说的历史来看，它是悲伤的日子，它是很多人失去生命的日子。咱听到什么？咱搁要讲什么呢？我们到底听见了什么？而我们又想要说些什么呢？咱是听到，伫这块土地顶面有济济人失去因的性命。伫这块土地顶面，这个日子是悲伤的日子。我们是否听见了，在这块土地上，这个日子是悲伤的日子，这个日子是许多人失去生命的日子。咱要展望未来的时，求上帝正做咱的帮衬，互咱会当对看历史的教训，咱知影未来会当无同款，咱会当讲新的故事。而真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回首过去历史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能够重新立新的约，从此以后不要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的未来可以不一样。这是这个节期重要的事，这是这个节期重要的事情。特别也点伫对去年到今年，咱受到病毒的影响，也包括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们受到了病毒的影响。全世界济济人失去因的性命，全世界当中有非常多人失去他们的生命。这中间包括有可能咱的亲情，只不过咱无讲出来。这当中可能还包括有我们的亲戚，只是我们大家彼此没有说出来。有济济人踮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失去性命，计划受到转变。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疫情也受到了转变，让他们的计划产生转变。咱听到什么？咱各位讲什么吗？我们到底听见了什么？而我们又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吗？今仔日咱也要开会员合会，今天我们也要开会员合会。对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中间，咱也经验疫情的变化。从过去一年当中，我们也经验着各样疫情的变化。总是安尼，咱也犹原看到上帝带咱的教会行伫未来新的道路中间。纵然是如此，我们也看见上帝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在新的道路上面。咱又听到什么？咱又要讲什么？我们又听见了什么？我们又到底要说些什么呢？咱是足急的，想要讲我要讲的代志，还是我好好啊来想，上帝到底踮伫这个疫情变化的时，踮伫这个全世界拄着困难的时，我会当讲什么？我们是很急切的想要继续去讲我内心想要说的，我很急切的要讲我看重的事情，还是在我们聆听了整个世界所面对到的苦难，有许多人面对他们生命的丧失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所有的代志拢会煞去，总是上帝的声永远无改变。所有的事情到最后终将会散去，而只有上帝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我所听的囝，恁爱听叹伊。这是我所亲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
上山是美好的，伫山顶咱经验甲耶稣面对面。上山是美好的，在山上我们经验的跟耶稣面对面，但是咱总是爱落山的，但是我们总是要下山的。落山会面对挑战，落山会面对性命的苦。下山要面对挑战，下山要迎向世界的苦难。但是好消息是，咱不是家己在面对。但是好消息是我们永远不是自己在面对。耶稣要行伫咱的头前，耶稣要走在我们的前头，咱是一步一步跟耶稣经验十字架的苦。我们是一步一步跟随耶稣经历十字架的苦。也享受过活所带来的恩望，也经验着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好好啊听，慢慢啊讲，慢慢啊去看，我的生命要怎样回应上帝？好好去听，慢慢的说，也不断的去回应我的生命要如何跟随耶稣。愿上帝帮助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是有罪的人，阮定定在意阮所在意的事，足急的想要讲，足急的想要控制别人，直到阮袂记你，阮也是软弱有罪的人。求你帮助阮，互阮踮伫这个大灾这期中间，阮会当学习安静，阮会当学习认真去听。到底上帝你要对阮讲啥物？邀请阮所做的回应是担当别人的苦，陪伴别人面对生命中间济困难的事，毋是干那追求家己的享受，毋是追求干那爱别人看见家己，因为那亲像踮伫山顶，这个门徒所看见的是无别人，只有耶稣。然后你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恁爱听叹伊。求你帮助阮，互阮一生会当听叹你，一生跟对你。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三甲来吟圣诗151首，主我爱就近你。
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请起立。请坐，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今日咱要召开2021年定期会员好会，请会员留步参加。第二点，3月7日，也是后礼拜日，是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之日，由王美书传道来讲道。妇女团契负责第一堂礼拜事奉，请大家关心妇女事工。第三点，后礼拜是部会周，请各部部长调集部员来开会。3月14，第二堂礼拜后，要伫社区发展中心咖啡屋来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团契会长、机构首长来参加。并且将咱要开会的报告资料，伫3月7日后礼拜3进前来交予干事，准备议程。第4点，28年假教会办公室3月7日休假一天。第5点，教育大楼1楼厕所甲地下室已经开始施工，施工的期间1楼的厕所要封闭。请使用教育大楼2楼、3楼、4楼，甲1楼副堂边仔的厕所。伫咧施工的期间，请咱大家行路较小心注意。
并且为着即件事，继续来关心大道甲奉献。补充报告：高望乡兄弟伫2月25日望子文调，享年93岁，要定伫3月初4上午8点，伫殡仪馆10号的入殓室举行入殓礼拜。8点半伫怀恩厅要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咱为遗族关心大道。以上报告，其他的消息甲奉献的名册，请咱家己来过目。这是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咱大家较做伙来读2摆。周魂大音，阁有声对魂灵出，讲。即个是我听的囝，恁着听伊。马可福音9章7节，请咱做伙来请。周魂大音，阁有声对魂而出，讲即个是我听的囝，恁着听伊。马可福音9章7节，搁一摆。周魂。阁有声对魂而出，讲即个是我听的囝，恁着听伊。马可福音9章7节，介绍请牧师。好，咱今仔日有几位的新来的朋友，是长荣中学校友严国清、阮昭明、卓修妙、张之山，毋知影踮伫啥物所在。而且咱泡泡欢迎因来伫咱中间。好，咱后礼拜是妇女主日因为我共一个时间有答应迄个咱教会出身蔡家军牧师，伊踮伫 New Jersey 咧服侍，我答应因爱正做因线顶灵修会的讲师。所以我做礼拜的时阵，我会踮伫网络顶面做因的专题演讲的讲员。所以后礼拜是美术传道会来伫咱也是妇女主日，美术传道也来带领咱整个的礼拜。另外一个介绍是，咱对3月份开始有新学生伫咱教会实习。因为后礼拜我无度介绍，所以这礼拜先介绍，伊应该是明仔载才会开始。所以林文凯同学吼，这是台南新学院咱倒数1年的学生，倒数一年的学生所以伊对3月份开始伫咱教会实习所以请咱会当做伙关心请坐。好，搁刷来一件代志，就是后礼拜是马纳国医生中会办的迄个马纳国医生别世100周年的一纪念活动。执行干事宋牧师有特别敲电话来邀请讲，因为10点的时阵拜六早起10点的时阵，赖副总统、然后黄市长以及英国的大使拢会出现，所以伊讲伊足紧张的讲，莫下骹无人。所以因为园游会是对早起10点到下晡4点，所以伊惊讲大家人拢迄个中昼才要去买物件食饭，所以盼讲咱若是住较近的人，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踊跃来参加，就是差不多10点的时阵会当出现啦。因为迄是因3个人讲话，大概是现场是10点左右的时间，所以要邀请咱尽量踮伫较早的，大概9点50就会当踮伫迄个会场遐做伙备班。所以后礼拜拢伫踮青年公园。就是新学院头前遐规个封街有一个园游会，青年公园要改名变做玛雅各纪念公园，所以咱做伙关心这件事，嘛时间会拄好会当参加。拜五暗是迄个音乐会，所以若有搁想要摕票的，咱应该要有票吧？咱还搁有票，所以有想要参加的嘛，请咱来教育大楼遐，咱来摕迄个。拜五暗时7点半音乐会的票吼。好，以上做遮的补充报告。好，咱现主是要来召开咱今年度2021年定期会员好会，所以我爱请咱的迄个书记来到日头前，嘛爱请咱爱开始来点名。